基督教舉辦嘅聯合嘅禮讚，我感到係好榮幸，第一次參加就被邀請嚟到講道。今日咧係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因為有3間嘅天主教堂、5間嘅基督教堂係參加呢個聯合嘅禮讚，意義實在係好深長。我僅代表8間主辦嘅堂會，特別亦都代表我嘅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團堂，係歡迎大家嘅嚟臨。喺過去，我係喺旺角堂喺旺角係牧會嘅，咁所以咧有機會咧，亦都係得到咧梁達才神父嘅邀請咧。當時係喺跑馬地一間好靚嘅教堂，咁啊，我開始咧就接觸到咧天主教同基督教咧一齊去唱詩頌讚上主嘅。去到佢嘅當時佢嘅教會聖馬加大利堂咧係好舒服嘅一間堂。當時咧主要都係詩班去獻唱，俾我嘅感覺唔止係嗰啲唱嘅詩歌好好聽，而係感覺到咧我哋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其實我哋原本都係一家嘅。咁啊，好多得馬丁路德啦佢一方面係分開咗我哋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地方係相似嘅。我哋其實都同出一源。點解天主教同基督教唔可以一齊去敬拜上主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呢個嘅係可以相通喺主裏邊合一嘅。今日俾我嘅感覺。我喺全聯堂都係3年到喺我嘅經驗裏邊，未試過咁多間堂會，有成8間喺全聯堂一齊去唱詩去讚美神。更加咧係喺我嘅經驗喺呢度咧，可能蒲牧師佢有因為蒲牧師喺我之前咧係呢度嘅堂主任。天主教同基督教都一齊嘅。喺主嘅殿裏邊去敬拜上主，所以今日我就咁望咧，下邊我哋坐滿晒，上邊咧都差唔多滿嘅。我哋下邊副堂咧，我相信亦都係有開放所以能夠一同嘅唔同嘅教會喺當中嚟到敬拜主，特別喺今日聖三一嘅主日，亦都係天主聖三節嘅裏邊咧。有呢一個聯合嘅聚會係好有意思嘅。今日係聖三一嘅主日，所以我亦都係以呢個題目齊來頌讚三一嘅上帝作為題旨同大家去思想。由於本堂或者我哋有啲基督嘅教會對三一嘅主日未必一定好認識，所以我亦都係作一啲嘅解釋。咁我哋教會講道嘅傳統咧有25分鐘到30分鐘，咁我希望我唔會超過，因為咧大家嘅頌讚咧係亦都係有好多嘅時間擺喺頌讚敬拜上主咧多啲聽道咧，其實喺唱嘅詩歌、讀嘅經裏邊咧，主嘅道已經入咗你個心㗎啦，所以我都唔會太過長嘅咁各位咧。我哋會發覺回教同猶太教咧，佢哋都係信獨一嘅神嘅宗教，信仰唯一嘅天主上帝。而基督宗咧，其實我哋都係獨一嘅去敬拜天主，或者我哋叫上帝。但我哋有一個特別咧，我哋所信嘅上主咧，佢係三位一體嘅，聖父、聖子、聖靈係一體嘅。所以聖三一嘅主日咧，係傳統咧基督教包括咗當然天主教嘅節日，係要紀念頌讚咧上帝係三位一體嘅。三一主日係以咧呢個復活節嚟到定喺聖靈嘅降臨節之後嘅第一個嘅主日。
初期基督嘅教會係冇呢個節期嘅，但後期咧係睇到咧三位一體啊，或者咧係天主聖三呢個觀念咧係相當重要，所以唔單止係定咗係一個主日，並且咧係一個慶祝嘅，所以天主教咧會特別提到咧係一個天主聖三節，係一個值得我哋慶祝感恩嘅節期嚟㗎。聖三一嘅主日咧係羅馬天主教啦、信義宗啦、衛理宗啦、聖公會咧係持守㗎，改革宗參與嘅咧係甚少㗎。所以今日對於我哋中華基督教會都算係一個突破嘅，全圓堂都係屬於長老宗改革宗嘅教會，我哋都能夠喺埋一齊去敬拜上主，實在係好有意思。喺1334年咧，係教宗若望22世咧係定咗咧係聖神降臨節之後嘅嗰一個嘅主日咧就係三一嘅主日啦。並且係通令羅馬天主教會咧係守節直到今日嘅。如果我講錯咧，就負可以澄清啊。咁喺呢個三一主日嘅裏邊咧，我哋戴嘅帶咧，牧師帶係白色嘅。咁呢個白色咧係象徵咗咧三一嘅上帝咧係至聖嘅，係至善嘅，係光明嘅上主嘅，所以係好有意思嘅。三位一體咧，呢一個嘅觀念咧，喺我哋基督教嘅裏邊我唔知天主教啦，但基督教嘅裏邊咧，我哋越講咧，啲信徒越唔明嘅。咁我記得講極都唔明嗰啲信徒咧，我就話呢個係上主嘅奧秘嚟嘅。咁有一個咧，我記得我喺跑馬地香港揾南堂牧會嘅時候咧。咁有一位姊妹咧，佢就聽我講咧三位一體天主聖三呢個觀念咧，聽極都唔明。咁許牧師唔得，你一定要講到我明為止，所以特別咧走到去牧師室咧，約我一日，係一日內你要講明我聽呢個三位一體嘅觀念係點嘅。結果我講完一日，佢都係仲係唔明。咁冇辦法啦但係無論點咧，呢個係我哋一個嘅信仰嚟嘅。三位點能夠一體咧？但係無論咧，我哋明唔明都好，但係呢個天主聖三呢個觀念咧，其實係特別要指到咧，上帝喺基督裏邊嘅一個啟示。呢個啟示係乜嘢咧？上帝天主聖父咧。佢係創造者，我哋講上帝即係天主我哋講恩典咧，即係天主教嘅恩寵咁我哋講上主咧，大家都係上主啦冇乜分別嘅。所以頭先蒲牧師話唔好講上帝啦，一陣我哋祝福都係上主大家共豐嘅語言。咁咧，上帝聖父咧，佢係創造者；上帝聖子咧就係救贖者。上帝聖靈就係安慰者。喺三位一體嘅觀念裏邊，其實係將上帝呢個觀念、天主呢個觀念咧講得更加清楚嘅。而每一個角色嘅裏邊咧，都係有佢嘅含義嘅。所以三位一體呢個教義咧，就係越嚟越係被重視。喺過往咧，基督嘅道成肉身、基督嘅救贖、基督嘅復活呢三個嘅主題咧，係初期教會到現在咧好重視㗎。但後期教會發覺咧，仲有一個就係三位一體、天主聖三嘅觀念咧，亦都應該係我哋基督教會咧係要持守嘅一個好重要嘅信仰。特別喺今日東方閃電閃嚟閃去、閃出閃入我唔知大家聽過未咩全能神教會佢哋講咗好多咧好怪嘅理論出嚟我哋天主教、基督教更加應該持守我哋有嘅信仰。所以呢個三一嘅信仰咧係相當重要，但係亦都係一個嘅奧秘。
喺第4、第5世紀教會當中咧，係有一個咁嘅故事嘅，就講到神學家聖奧斯定咧，佢有一日喺沙灘嗰度喺度散步啊，咁佢就去諗下到底咧呢個三一上帝啊三位一體嘅奧秘啊，到底咧係咩意思咧？喺佢一路諗嘅時間咧，佢都唔係好諗得通嘅時候，佢就睇到一個咧嘅小孩子咧喺嗰個沙灘嗰度咧掘緊啲坑啊！咁佢掘咗一個坑咧，好深好深嘅，然後咧就攞住一個貝殼咧，個貝殼大概都幾大嘅，裝住啲水咧啊！咁佢就喺海邊裝有啲水咧啊，就用個貝殼跟住咧就倒落去個坑嗰度。咁佢不停來來回回，就將啲水咧倒落去個坑嗰度。咁聖奧斯定咧就問呢個小朋友啦：你喺度做緊乜嘢啊？佢話：我要將咧呢度啲海水全部擠晒落去我個坑嗰度。咁當時聖奧斯定就話：有乜嘢可能啊？你點可能將成個大海嘅水都擺落去你個坑嗰度咧？咁呢一個嘅小孩子咧，佢就對聖奧斯定咧咁樣話啦：主教大人，你如果咁樣講，以人少少嘅頭腦，又點能夠裝得到三一上帝呢個奧秘咧？啊，呢個咁偉大嘅思想咧，啊，所以咧，大家如果聽我講，你都聽極唔明咧。唔緊要嘅，因為咧三一上帝呢個奧秘呢個聖蹟啊，都係咧好奇妙嘅。但雖然你唔明喎，但你聽完我講咧，你又好似明嘅喎，咁你亦都唔能夠明晒，因為呢個係奧秘嚟㗎嘛。喺基督教喺天主教嘅信仰裏邊咧，的確係㗎。好多人咧去解咧。聖父、聖子、聖靈點解係三位一體嘅咧？咁我好細個嘅時候聽咧就話，好似啲水咯，啊水咧有液體㗎，整熱佢咧就氣體，啊將佢冷卻咧就變成咩啊固體啦。所以咧聖父、聖子、聖靈咧啊就有咧三種嘅狀態㗎。雖然三種嘅狀態，但係都係水嚟嘅。咁到我大個啲咧，就有一啲牧師同我解釋啦，好似三角形咁咯。三角形咧，等邊嘅三角形咧，就三條邊咧都係點啊？一樣嘅。而三條邊組成咧，至可以組成一個三角形，我啱唔啱啊？所以我哋所信嘅上帝咧，亦都有三條邊嘅聖父、聖子、聖靈一齊組成啦。咁有啲就話啊，好似乜嘢咧？啊，三位一體就好似啲火，大家你有冇見過火啊？啊，好似有啲人話咁我哋應該個個都見過火㗎啦。火咧，你會發覺咧，佢有個形態係火嘅。佢有熱力嘅，同埋佢會發光嘅，係咪啊？如果係火咧，一定係有呢三個元素啦。佢有形嘅，有熱嘅，有光嘅等等。咁咧佢解釋俾我聽咁當時咧牧師講咧我都岌頭嘅明啲啦，但係又好似唔係好明喎三樣嘢走埋一齊，但係一體嘅。咁我哋中國人咧比較難明點解係三位一體嘅呢個三位一體咧，其實係指咧三個 person 呢個位格三個位格，三個位格點能夠係成為一個咧呢個咧喺英文或者話喺中文咧都係好難解嘅，但後尾咧。神學家佢發現咧，其實呢個 person 呢個字咧喺原文有個意思咧，就係 personally 就係指面具嘅，指面具嘅，即係話咧聖父、聖子、聖靈雖然佢係三位
仔，但係佢喺唔同嘅時期咧，就好似上帝戴咗唔同嘅面具。大家小朋友嗰啲試過超人嘅面具，咁你望落去就似超人啦，戴咗個狗嘅面具，咁就好似隻狗咁啦。所以咧係上帝咧，佢係有時會戴上不同嘅佢嘅面具，讓我哋可以認識佢。但喺我自己神學嘅理解嘅裏邊咧，我就發現咧更加重要嘅三位一體嘅觀念，三個點能夠都係一體。我哋如果講極你都唔明嘅話咧，唔緊要。但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你要知道聖父上帝係好強調佢嘅創造，聖子耶穌係好強調咧佢嘅救贖，同埋使人同神和好。而聖靈咧就好注重佢嘅臨在喺我哋生命嘅當中。有人咧佢發現咧，三一上帝咧同一個人嘅作為一個人咧，佢有嘅嗰啲嘅能力咧係有好相同嘅地方。各位，我哋一個人如果我哋活喺世界嘅時候咧，我哋首先有一種咩能力咧？就係有回憶嘅能力。你過去做過啲嘢，你會記住嘅，啱唔啱啊？除非你個腦有問題啫。好似我阿媽咧，佢依家唔係好記到我，次次我見佢當我係佢細佬，成日問我哋阿媽去邊啊？咁我話我哋阿媽，你問我阿媽咯。但係因為我好似我舅父啊。所以佢見親我，依家都當我係佢個細佬嚟嘅。但係如果一個正常嘅人咧，佢有回憶嘅，係咪啊？佢有回憶咧，仲有佢有理智嘅。佢嘅理智咧就去分辨、去分析嘅。仲有第三咧，人一定係有感情嘅。人咧對於佢回憶嘅嘢咧會有感情嘅。人咧係咧有回憶、有理智、有愛嘅，呢三種能力咧都喺我哋嘅身上。而呢三種嘅能力咧，都係讓我哋嘅生活咧能夠咧係過得有意義嘅。另外，我哋咧又發覺咧，三一嘅上帝咧，佢係喺愛嘅裏邊去創造我哋。如果根據聖經嘅神學咧，上帝創造我哋係因為佢愛我哋，因為愛而去創造，因為愛我哋喺我哋犯罪跌倒嘅時間，佢就差遣佢嘅愛子耶穌基督嚟到世界，係因為愛我哋嘅緣故，佢能夠包容我哋，並且咧賜下聖靈咧去感動我哋，更新我哋嘅生命。聖父為咗愛而創造，聖子為咗愛而道成肉身，聖靈亦都喺愛嘅當中，讓我哋能夠去愛。所以三一嘅上帝咧，佢嘅共通就係佢有愛。所以三一上帝就對於我嘅生命咧，就係滿有意義啦。喺我自己一路去思想呢個三一上帝嘅時候，我睇到咧，聖子、聖父上帝咧，佢係一位嘅創造者。喺創造嘅裏邊，我哋睇到咧，上帝最偉大嘅創造係咩咧？就係從無造有。所以上帝係可以無中生有嘅，我哋人唔得，上帝得。喺能力嘅裏邊最犀利就係咩咧？能夠由冇做出有嘛。所以咧，聖父上帝係一位創造主，係顯示出咧，佢係一個滿有能力嘅一位嘅主嘅。而咧，聖子上帝佢嘅救贖咧，係顯出上帝對人嗰種嘅愛啊！
愛到點啊？愛到為我哋死，為我哋犧牲。愛嘅裏邊有寬恕，有接納，好似慈父去接納浪子一樣。而喺聖靈嘅裏邊咧，好強調咧，上帝係一個護衛者，或者一位嘅保惠師。呢位嘅保惠師咧，係被基督係差派嚟到呢個嘅世界咧。基督佢要復活，跟住佢升天啊，好似離開我哋咁。但係基督就差派咗咧主嘅靈嚟到我哋嘅當中，與我哋同在。而呢一位嘅護衛師、保惠師咧，係能夠使我哋喺勞苦當中得到恬息，喺悲傷嘅當中得到安慰，喺軟弱嘅裏邊可以得着力量。所以咧，三一嘅上帝咧，係顯示出我哋所信嘅神嘅偉大係乜嘢咧？上帝聖父就係有能力嘅嗰一位。所以上帝呢個字 El 或者 Elohim 喺個原文咧，上帝或者天主咧，意思就係大能者，滿有能力嗰一位嘅。而上帝聖子咧，就滿有愛嘅嗰一位，而且呢個愛係大愛啊，唔係小嘅愛啊，係愛咩啊？愛嗰啲唔可愛嘅人，愛嗰啲咧可能咧係敵對佢嘅人。佢嘅愛係一個大愛，而上帝聖靈咧，佢係有一個感動嘅能力，感動係能夠去推動，使到人更新，使到人去行動。各位，我哋需要一個咁樣嘅神。聖父、聖子、聖靈咧，亦都同咧猶太人有一個觀念啊。呢個觀念係乜嘢咧？一個人要存在喺世界，要活得好嘅時候，佢需要真理，佢需要道路，佢都需要生命。呢三樣嘢，呢三樣嘢，一個人能夠好好嘅掌握嘅時候咧，呢個人嘅生命至會有意義、有意思。所以耶穌基督咧就係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當耶穌話佢係道路、係真理、係生命嘅時候，嗰啲嘅法利賽人嬲到吹鬚碌眼啊！因為冇一個人可以係擁有道路、真理、生命嘅，除非係邊個啊？除非係上帝，係天主，佢至可以擁有。耶穌咁樣講，即係話佢自己就係天主啦，佢就係上帝啦，大逆不道，整死佢唔得。但係如果我哋細心諗，當耶穌講佢係道路、真理、生命嘅時候，有人認為聖父就係代表咗真理、真實嘅、有價值嘅；聖子就係道路，係指引、係方法；聖靈就係生命，生命係有動力嘅，生命係能夠存在嘅。整個宇宙世界，每一個人都需要有道路、真理、生命呢個嘅人至能夠活得好嘅。仲有啊，當我哋咧去思想三一上帝嘅時候咧，仲有一度咧好值得大家留意嘅。講聖父嘅時候，我哋強調佢係一個創造者。創造者咧，佢有一個特點喎。當佢一創造嘅時候，嗰樣嘢一存在嘅時候，就佔有咗空間。當我哋強調呢個聖子係進入人類嘅空間同埋時間嘅時候，聖子進入人類嘅空間同時間就進入歷史啦。凡係一樣嘢能夠進入時間同空間咧，我哋就可以發現佢啦，接觸到佢啦，摸到佢啦，即係好似今日咁樣。我哋同時喺5月26號2013年，依家係3點7個字啦。我呢度我就完㗎啦。我哋同一個時間嘅空間裏邊相遇，所以我哋大家就會發現咗對方。
聖子耶穌嘅偉大就係佢能夠佔有空間時間。上主創造咗空間，創造咗一切。而聖靈咧，當我哋好細心去睇佢嘅時候咧，佢係進入咗人嘅心間喎。當聖靈充滿我哋嘅時候，我哋就會被佢去改變。聖靈能夠聽到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言語。我哋話上帝嘅存在係真實嘅，因為我哋相信上帝喺呢個空間嘅裏邊，喺呢個時間嘅裏邊，上帝亦都存在喺我哋心嘅裏邊，係咪啊？所以上主佢係真實嘅。各位，所以三一嘅上帝原來有好豐富嘅意義。有一次咧，行雷閃電，有個小朋友好驚啊！咁咧喺黑暗嘅時候，佢就嗌佢爸爸快啲嚟啊！我好驚啊！咁個爸爸咧就專心做緊佢啲嘢，所以就冇乜理佢。佢話：上帝愛你嘅乖仔，上帝一定會保護你㗎，你冇事㗎。嗱，呢一個小朋友就話：我知道上帝天主好愛我啊，但係我都想咧能夠有一個咧摸得到嘅上帝啊！三一嘅上帝係摸得到嘅上帝嚟嘅喎，因為佢創造咗呢個世界之後，佢並且藉住耶穌基督係道成肉身進入呢個世界。到耶穌基督離開嘅時候，聖靈亦都臨到，唔單止進入呢個空間時間，亦都進入每一個人嘅生命嘅當中。呢個係聖靈嘅工作。所以三一嘅上帝亦都係嚟到我哋中間嘅上帝，能夠幫助我哋嘅上帝，係一位真實存在嘅上帝。而三一上帝呢個觀念，亦都喺我哋祝福文裏邊咧，係表達咗出嚟喎。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保惠師嘅感動，常與我哋同在。有冇聽過啊？可能天主教會有不同嘅即係言辭，但係聖父、聖子、聖靈喺呢個祝福文嘅裏邊係幾咁好啊！你有冇諗過啊？我哋人需要上主嘅恩惠嘅，上主俾我哋有陽光，係咪啊？有食物，有空氣，我哋需要上主嘅愛，我哋感受到耶穌基督嘅愛，耶穌基督嘅幫助，我哋需要咧係上主嘅感動，聖靈就去感動我哋。推動我哋三一嘅上帝係值得我哋去敬拜一位偉大嘅神，喺我哋基督宗嘅傳統嘅裏邊係非常有意思。所以今日我哋嚟到敬拜主、頌讚三一嘅主係好有意思嘅。我哋一齊嚟到。